啊，弟兄們，大家平安。啊，唔知咱舊年有讀聖經無？今年有讀無？啊，舊年咱年底有讀什麼記？尼希米記對無？啊，咱咧讀聖經的中間，希望大家逐工讀。在讀中間，當牧師在分享時，你看我都聽到講啊，這是記載佇叨位，我有印象哦。可能有人無了解尼希米。尼希米的家庭的背景，我簡單來介紹。啊，伊是受掠到波斯帝國這猶太人予的，出身是可能是猶大這個支派。伊的職業就是做這個酒政，佇這王的邊仔做這個酒政，就是傳這王的食物啊、啉的物件，是受到王所信任的人。當然負責這王的食物的安全。啊，時常有機會甲這個王來交陪。後來伊派遮做一個省長，入面做猶大的省長。啊，佇遐啊嘛是受掠歸回了第三批，轉去故鄉的這個以色列百姓。但是呢，尼希米真特別，頭一批倒轉去故鄉的人是王的後代。啊，是這所羅巴伯。第二批轉去故鄉的是祭司的家族以色列。第三批則是尼希米。但是尼希米不是君王的後代，也不是利未族，嘛不是祭司，伊是普通的一個人。但是咱透過尼希米中間，伊對上帝祈禱來做伙來思想，咱有關的祈禱的代志，時常咱講，咱祈禱都一定愛祈禱。但是我相信，真濟人祈禱，伊心內底有一個謠言，講：牧師啊，我著祈禱遮爾久啊，為什麼我祈禱的，敢若上帝攏無回應？也是講，主啊，我祈禱遮爾濟代志，那暫時你攏無在聽。但是上帝敢毋是聽人祈禱的上帝嗎？所以頭一個，咱來想看覓咧，咱祈禱的時是怎樣的祈禱？頭一樣代志，咱將這所領受的放在祈禱的中間。對尼希米來講，伊領受到什麼？這百姓對這耶路撒冷來的人甲因講，因的百姓拄到真大的災難，受到凌辱。城門城市攏受到毀壞，伊聽到安尼個代志，就放佇祈禱中間，流目屎艱苦，緊正祈禱。我毋知你有在祈禱無？但是有當時，咱看到什麼？上帝感動你，將這感動放佇你的生命中間。可能迄個是一個圖。可能是一個感動，一句話，你永遠記在心內。但是咱誠做一個祈禱的人，咱誠做祈禱徒，有一項真重代志，就是將你所領受的聖神感動你的，放佇祈禱的中間。當尼希米聽着故鄉拄着這麼大的災難，人民心肝心真痛苦。伊就向上帝來緊正祈禱。你若詳細看尼希米記，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、13章中間真濟經文記載講，寫講我的上帝啊，過來就是伊的祈禱。伊生命中間祈禱誠做伊生活中間時常的代志。但是有當時咱袂記呢，你有逐工祈禱無？咱逐工真無用，有留一寡時間，互上帝來聽上帝向咱來講話嘛。上帝時常提醒咱，當咱日常生活接觸這麼濟物件，無論是人，無論是代志，上帝伊將一寡物件放佇你的心內來感動你。那親像上帝將這要幫助這尼希米轉去故鄉幫助伊百姓來起造這城市，起造這圍牆，
這是上帝心意啊！教會每一個人攏愛祈禱，祈禱是咱的使命，不是咱應付咧。尼希米的生活中間，時常就不斷祈禱，拄到代志，看到什麼代志，領受的就向上帝來祈禱，求上帝來回應。但是咱時常在祈禱中間就袂記啊，我就無用啊！上帝啊，這個代志吼，安怎處理啊？求你幫贊，求你賜福，就走啊！有當時咱真無用中間無注意聽候主，專心聽主的回應。咱只是甲上帝報告，但是咱對尼希米來講，伊甲上帝緊正祈禱了，求上帝出聲，上帝就回應伊的祈禱啊。所以咱回應上帝祈禱時，咱愛知影祈禱的內容啊，是上帝做主，上帝角度來祈禱。真濟人祈禱，上帝無聽伊祈禱，毋是伊祈禱無好。是的祈禱，毋是上帝心意。咱看第50到第70的所在，咱來看尼希米的祈禱中間，伊講：我是你的奴僕，求你聽我的祈禱。我承認我以色列百姓犯了罪，我的祖先甲我攏犯了罪。這經查是講，這是上帝角度啊，毋是人的角度啊。人是講我無罪啊，實際上咱生活中間我無問題，都是別人的問題。但是對尼希米祈禱的內容，你當看出，伊的祈禱是合佇上帝心意。上帝啊，我甲我的百姓攏犯了罪，反抗你無遵守你的誡命，無遵守你透過摩西所頒布這個律法的誡命啊，我有罪啊，求你赦免。尼希米的祈禱的內容是上帝做主，上帝最中心啊！無怪伊的祈禱，上帝攏回應，上帝嘛聽。後來祈禱是掠着上帝應允，第80到第90所在，伊講啊，上帝啊，你講阮的百姓犯罪，拜偶像。互分散到世界其他國家，阮會當閣一擺倒轉來，咱著遵守上帝命令悔改。你將這天邊海角閣組織咱閣轉來這耶路撒冷以色列這個國家，這是上帝應允的。你看伊的祈禱的內容中間，就是掠着上帝應允。咱在服侍中間，咱在祈禱中間是掠着上帝應允，還是別人所分享的？別人甲你講的，新聞所寫的呢？毋是啊，咱祈禱是掠着上帝應允。尼希米是掠着上帝應允。主啊，你捌講過，上帝你捌講過，當阮認罪悔改，你互阮倒轉來耶路撒冷，阮的故鄉。伊毋是看到耶路撒冷拍遠啊，其實對帶入受掠到巴比倫的人來講，生活真自由啊。雖然受掠，但是生活真自由，會當做生意。搭佇巴比倫生活真好，為什麼要轉來故鄉拍遠的所在？因為愛掠着上帝應允，毋是別人所講的。別人所講的可能是一個意見，不是上帝心意啊。當你祈禱的中間，你有領受到上帝心意嗎？上帝向你出聲，你是要掠着上帝心意啊。頂禮拜咱的教會新年中職同工就任啊，我感覺真感動，大家有熱心，同心合意出來服侍。但是，咱的同工，咱的領袖，咱的中職，有做伙時常祈禱嘛？領受上帝心意，掠着上帝應允嘛？我是感覺講，真做一個領袖，這是上界重要。掠着上帝應允，
就是掠着上帝意向。意向可能幾啊代無一定完成，咱親像亞伯拉罕領受着上帝意向，會子孫真濟啊，但是佇迄代無完全完成啊。伫咱的教會有真濟上帝予咱的使命甲意向，可能是幾啊代才是完成，但是過去咱上得到上帝引帶帶領，咱有安養中心，咱有建立什麼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，咱有幼稚園，咱有真濟行佇上帝意向的中間，做伙同心合意。搭新的一代起來，咱的種子有真濟新的動工。我感覺有一項真重要，就是抓住上帝應允，不是聽別人講，你家己愛祈禱，領受上帝來應允，領受上帝來意向。對去年11月開始，我甲師母就開始去到聖林牧區。我甲牧師娘時期，我探訪小組甲團契。到團契小組時，我發現大家攏真熬祈禱。祈禱的內容大部分攏是啥啦？車頭路啦，身體健康的問題啦。有一個人的問題，我毋是講袂當為着家己本身來祈禱哦。是當咱祈禱的中間，你有為着教會祈禱的野手，較少啊。小組中間自己做伙是有教會祈禱的嗎？較少啦。為着教會意向、為教會目標來祈禱的嗎？較少吧。但是呢，教會應該是愛祈禱，掠着上帝應允。比如講，咱有建堂的奉獻對無？你有奉獻建堂無？請問咱教會以後要起佇叨位？伊可能真濟人無共款想法。咱若普通時無做伙同心祈禱，你受你的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就算講同工無使種子計劃好，你嘛無阿門啊。只有咱同心祈禱，每一個人領受上帝的應允，才共款看到共款的意向。無，咱個人做，咱個人的，每一人做家己的想法，我才是對。真濟教會在建堂中間就是冤家啊！只有咱謙卑家己，領受上帝的意向，因為上帝意向是共款的，是咱領受無共款啊。但是咧迫切祈禱，才會領受到共款意向，往頭前來跑走。上帝是穩定的慈悲的上帝，在計劃中間，咱將祈禱，將這計劃求上帝來賜福。第10到11所在，講主啊，這攏是你的羅幕，你家己的子民是大能困難所拯救的，求你聽我的祈禱。伊講啊，上帝啊，求你幫助我，我會當順利成功。這是上帝你的穩定。為什麼王要聽利希米所講的，互伊轉去故鄉呢？做一個糾正，服侍王這是必然的。猶太甲民在服侍，這是無應該的。但是利希米心內底真艱苦，但是伊將伊的計劃要轉去耶路撒冷，這個計劃放在祈禱中間。主啊，求你祝福！主啊，求你幫忙！但是王聽利希米所講的，幫助伊呢？要錢互伊錢，要材料互伊材料，派人保守伊轉去耶路撒冷的這個所在，轉去故鄉的所在，因為上帝才是王，才是萬王的王，萬主的主。你的頭家不是你的主。你上班所在頭家，毋是你的主啊！對利希米來講，伊頭家毋是王啊，是上帝萬王的王，萬主的主啊！伊講上帝，求你祝福我所計劃。真濟人在服侍中間，甲上帝祈禱，毋通忘記啊！咱甲上帝祈禱，毋是計劃家己的代志，
愛求上帝來祝福，因為這是上帝的代志啊！上帝必然實現伊家己所應允的每一項代志。後來真正，你看，尼希米求上帝祝福，你家己的上帝啊，咱甲上帝講，上帝，這是你的事工呢，你的旨意啊，求你幫贊，求你祝福。伊將伊的計劃時常放佇祈禱的中間，轉去耶路撒冷，起這個城市啊城門，用這物件是52天的時間啊。伊組織這百姓講，咱做伙來動工吧，咱做伙來起造吧。上帝賜福，加添伊氣力。伊甲這祭司伊雖然做伙合作，因帶百姓認罪悔改，宣讀律法書，詳時伊解決內部內面社會問題啊，比如講這貴族放真懸的利息錢，白寫這送養人，這送養人家裡面講，阮的囝囝孫孫攏互這人做奴隸啊，無錢阮田園，阮房地產，這物件攏互這有錢人摕去呢。但是你看尼希米怎樣做？伊求上帝幫贊啊，伊求上帝處理啊。是勇敢面對這款的困難的，伊得安歇你，袂當做生意，禁止甲外邦人通婚，清起聖殿，互這個百姓恢復屬靈的處事啊！佇規個尼希米的中間，你注意甲看，注意甲讀，伊不只是建立一個城牆。內部社會問題解決，過來就是宗教人命更新的這方面。伊起造毋是一個城市，伊起造是上帝國度。咱在同心合作，按照意向來邁進的時，當然毋是只有佇遐祈禱，咱信仰啊平衡啊。咱做伙為着異象來付出咱的行動。尼希米記第2章17、19、18節講，伊咱看到聖經佇遐描寫，耶路撒冷拍遠啊，城門歹去啊，咱做伙定起造城牆吧，免着咱受凌辱。伊講上帝怎樣甲我同在幫助我？我甲皇帝所講的上帝攏應允啊。咱做伙來起造吧。當你的計劃，當你的祈禱中間，你領受上帝心意，是坐佇遐什麼攏無做嗎？啊，上帝啊，這事工哦，咱是講啊，上帝這事工是你的哦，啊，我著祈禱哦，剩的攏交互你，啊，坐佇遐攏無叮當，安尼敢對？毋是啊，咱不只是愛祈禱，咱嘛是愛有行動啊。尼希米甲這百姓講，咱來做伙來起造吧。當這中級牧師講，咱做伙來起造教會時，你講你的代志嗎？毋是啊，這是咱全教會代志。咱是上帝的兒女，咱是上帝子民，咱做伙來同工。第2項，佇建造、起造、完成這異象，每一個階段攏愛祈禱。尼希米第4章第8節到第9節。在中間，講這外國人啊，做伙來攻擊耶路撒冷，製造混亂。尼希米講，我甲上帝祈禱，你也派人固守防備這人。伊咧起造這城市的時，起造這城牆的時，一方面有人會甲伊攻擊，一方面伊咧祈禱，一方面來防備這物件，一方面繼續來起造。我相信。上帝要透過聖靈教會完成真濟伊的心意甲異象，但是呢，對頭到尾，每一個階段，咱攏愛祈禱，因為祈禱是咱謙卑，祈禱的是咱通領受上帝的心意，祈禱的是咱受到上帝來保護。第3項，領受
咱的種植同工無遮，咱愛就做正人的模範。利未第5章14、19、19才講，伊做省長的12冬的中間，攏無領任何的糧草，就是無領薪水啊。伊講正經的省長，伊是互人民真大的負擔啊！我無安尼做，因為我安怎？15節這個所在有寫，因為我敬畏上帝。真做一個領袖的人，愛敬畏上帝，毋是驚人。驚人講話，驚人講這，驚人講迄。頭一項代志是愛敬畏上帝。伊無領這所謂的這薪水，就是正經的省長，互因真大人民真大負擔。但是伊講無，我無領這錢。我甲我的厝內底，我甲我的老婆做伙參與佇去做城牆這個代志頂頭。我無要先房地產哦，我的老婆嘛參與這個施工的中間，因為我知影人民的負擔真重啊，真重啊！你看住佇耶路撒冷的人是有錢人還是無錢人？大部分攏是無錢的人啊，送鄉的人、痛苦的人啊。利未去講，我無因抽稅啊，互因較好過日子啊。這是一個領袖的模範啊！領袖毋是講百事凊彩，互你痛苦，我家己過啊真好就好。真做一個領袖，愛真做正人的模範。倒來，領袖愛勇敢面對攻擊。真濟這個外國人、外邦人看到因起這個城市。其實是圍牆、城牆的時，都佇遐講：哦，利未啊，你要做王啊嗎？你要去做你的城市，圍牆圍起來，城牆圍起來，家己做王啊嗎？真濟人外國人甲恐嚇，這撒瑪利亞的省長，參巴而且其他的人，外國人看到因佇去做，就甲因恐嚇。多比亞是甚物人？亞捫人的官長，參巴拉是撒瑪利亞省的省長啊。伊講上帝願意來處罰因，甚至因內部哦，真濟這個領袖貴族來攻擊伊，交給外邦人，交給這個先知，想要恐嚇伊。這先知敢毋是領受上帝心意？但是呢，伊交給這外邦人做伙來攻擊尼希米，所以真做一個領袖，真做一個上帝使用的同工，上帝都無毋通驚嚇，愛勇敢面對攻擊。在利未第5章第7節的所在，嘛就講到拄仔我所講的，伊講尼希米講，我決定要解決這個事。我處理這領袖、國官長，不殺家己同胞啊！這領袖、這官長，攏是真大勢力的。但是呢，伊無驚，因為伊敬畏上帝，領受上帝意向。頭前炮仗的人，我甲你保證，因真濟人會攻擊你。講啊，這毋通安尼做，遐毋通安尼做啊！你安尼做無效啦。但是呢，咱毋通驚，按目標，按上帝予咱目標來邁進。煞尾就是愛栽培，咱同心祈禱，按這意向來邁進的是愛栽培更較濟同工，互伊有好的責任。佇第7章第1節到第3節，城牆已經建立好，城門安置好，聖殿守衛。聖歌隊攏擺好啊，利未人的工課攏處理好啊呢。但是吼，伊派2個人來管理耶路撒冷城的代志。這2個人是可靠敬畏上帝的人誒。你要咱教會真濟小組，真濟團契，真濟無共的單位團契，這個事工，但是咱愛栽培同工起來。我看到咱教會真正真用心栽培同工，看到這袂歹，
哦，你看伊袂賴，為什麼愛邀請伊同工？毋是伊真有錢，毋是伊真有社會地位，是安怎？是會當信任敬畏上帝的人。栽培同工毋是凊凊彩彩啊！你看一個人的品行品格是，毋是一當兩當呢？咱必須要以上邁進的時，完成上帝所交付咱的任務的時，有真濟代志愛處理。有一項真重要，就是栽培同工啊！好，因有責任做伙完成上帝旨意。大你是迄個同工嘛？願上帝聽阮的祈禱，做伙同心祈禱。聽阮的特別上帝，主，阮來到你施恩寶座面前，同心來祈禱。你互阮的少年教會有真濟前輩拍拼，為着完成主的意向，甚至犧牲家己，面對挑戰無論的勇敢往頭前來跑走。主，你知影阮是你所動用的奴僕，阮只有來到你的面前來祈禱，求上帝幫助少年教會每一個好友來講，主啊，阮願意做伙來起做，阮願意來起做一個基督的城牆。來保護少年教會每一個兄弟姊妹，去做這屬靈的基督的城牆。主啊，我們有一個意向，就是要完成主的使命。我的人命今生，那親像尼希米改革社會，改宗教改革，或者人認罪悔改，聽主的改名，聽主的心意，回轉，成做主你的見證，傳主的福音，完成你的呼召。主，我同心祈禱在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穌聖名求，阿門。